国外长王毅周三以视频方式与巴基斯坦、伊朗、塔吉克斯坦等邻接阿富汗国家的外长开会。王毅宣布将向阿富汗提供价值约2亿元人民币的救援物资，包括粮食、药物、疫苗和御寒物资等。美国总统拜登周四针对美国抵制疫苗的现象，宣布要求多数联邦雇员接种新冠疫苗的政策，并推动大型雇主为其员工接种疫苗或每周进行检测。多个人权团体发表一份公开信，呼吁包括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在内的世界各大电视台取消转播即将于明年2月4日开幕的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计划。发表公开信的多个人权团体代表中国境内的维吾尔人、藏人和港人等。公开信说，这些电视台面临成为中国正在恶化的侵权行为之帮凶的风险。在荷兰，中国社交媒体抖音海外版 TikTok 因数据安全漏洞被提起60亿欧元的诉讼。声明称 TikTok 处理数据不当、歪曲广告内容、对有害内容提供的保护不足，并将用户个人信息出售给中国和美国等国家。苏伊士运河3月曾因货柜轮承信号搁浅堵塞6天，在近6个月后，9日又有一艘货船在此搁浅，使得这条全球重要航路短暂受阻。过巴拿马旗的货船在9日进入运河后，33英里处的双航道河段搁浅，迫使当局把其他船只导引到另一条航道。日美欧22国确认合作援助撤离阿富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出访地德国西部的美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与合办会议的德国外长马斯召开了记者会，表示担忧，称塔利班临时政府中包括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人物。布林肯还对阿富汗临时政府的部长偏重于男性塔利班相关人员，并未包含女性，表达了不满。社交平台推特近日正在测试一项新功能，使得点赞功能增强。目前这一测试正在土耳其进行，仅在一定的时间内可用。福特汽车公司周四表示，该公司将停止在印度生产汽车，并减载约4000个工作岗位。这是对旗下亏损的福特印度子公司进行重组的部分举措。